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50篇，撒母耳记上卷17章32节到51节，路加福音24章36节到4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以小博大。大卫奉父亲耶西的命令到了前线探望哥哥们，那时候他还是小孩子，很多人都看不起他，不听大卫所说的话，就连他的哥哥们也叫他安静回去顾养就好了。虽然这当中有人去向扫罗王通报有关大卫所说的话，但事实上扫罗王召见了大卫，实际扫罗王也看不起大卫，他说你还很小啊，对方是身经百战的战士。的确就实际力量来说，这个情形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态势，就人的眼光来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撒母耳记上卷17章32节到51节，圣经记载了当时候的情况。大卫对扫罗说：陛下，我们用不着怕那非利士人，我去跟他打。扫罗说：不行啊，你怎么跟他打呢？你只是一个小孩子，而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人。大卫说：陛下，我是为我父亲放羊的，有时候狮子或熊来了，抓去小羊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救回小羊。如果狮子和熊袭击我，我就抓住他们的须，把他打死。我曾经打死狮子和熊，同样可以杀死那藐视永生上帝军队的非利士人。上主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他也会救我脱离那个非利士人。扫罗说：好，你去吧，上主与你同在。扫罗就把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穿，有一个铜头盔，还有一件盔甲。他把铜头盔戴在大卫头上，大卫把扫罗的刀系在盔甲边，想走却走不动，因为他不习惯穿戴这些。他对扫罗说：我不能穿戴这些去打仗，我不习惯。于是他把盔甲都脱掉。大卫拿了他的木杖，又从溪边捡了5块光滑的石子，放在牧人用的袋子里面，然后带着投石的弦去迎战歌利亚。那非利士人开始向大卫走来，替他拿盾牌的人走在他前面。当他走近看清楚大卫的时候，就藐视他，因为大卫只是一个双颊红润又英俊的小伙子。他问大卫说：那根杖是做什么的？你以为我是一条狗啊？于是他指着自己的神明咒诅大卫，向大卫挑战说：来吧，我要把你的身尸丢给飞鸟野兽吃。大卫回答：你来打我是用刀、矛、标枪，但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，他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。今天上主要把你交在我手里，我要打败你，砍下你的头，我要把非利士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跟野兽吃，这样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。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，上主不需要用刀和矛来拯救他的子民，他战无不胜，他要把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中。歌利亚开始走近大卫，大卫迅速地跑向非利士人阵前应战。他伸手从袋子里面拿出一块石子，用投石器向歌利亚甩去，狮子
打中歌利亚的前额，打破了他的头盖。歌利亚就脸朝地倒下去了。这样，大卫没有动刀，只有用一个投石器、一块石子，就把歌利亚打败了。大卫跑向前，踩在歌利亚的身上，从歌利亚的鞘里拔出刀来，把他杀死，砍下他的头。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的英雄死了，就都逃跑。是的，从人的眼光来看，有许多事情就像大卫所面对歌利亚一样，但是大卫所拥有的是信心，是那一位外人所看不见甚至藐视的上帝。基督徒如何能够以小博大？耶稣基督曾经教导说，如果你们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，信心不用大，但是却能成就大事。大卫杀死了实力悬殊的巨人歌利亚，使徒们因为天使的帮助，也得以脱离这个监狱的捆绑。耶稣基督胜过了阴间死亡权柄，复活了。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复活，因为他被钉死、埋葬，然后复活的他呢，有血有肉，能吃也能动，并且身上还有钉痕的伤口，是上帝的权柄，让耶稣基督胜过了。路加福音24章36节到40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情形。他们正讲这些话，忽然主亲自站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惊惶站立，以为见到了幽魂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烦扰呢？为什么心里疑惑呢？看看我的手和我的脚，是我，不是别人。摸一摸我，你们就知道幽里没有肉，没有骨。你们看，我是有的。”他这样说着，就把脚和手给他们看。诗篇150篇，要赞美上主，要在他的圣所颂赞他，要在他彰显能力的天空颂赞他，要颂赞他大能的作为，要颂赞他至高无上，要吹号角颂赞他，要弹琴奏瑟颂赞他，要打鼓跳舞颂赞他，要奏乐吹箫颂赞他，要用响亮的摇把颂赞他，要用坚强的摇把来颂赞他。一切有生命的都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让我们在生活中虽然遇到极大的困难，仍然能够因为相信，因为交托，因为依靠上帝而得胜有余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